这个是我们自己育苗的。我觉得今年育苗的，我觉得蛮成功的，它长得算是比买的那个长得还要大，所以买的很久啊，一个月，对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种了8颗吧，育苗育了8颗，这一颗很漂亮，第2颗还要再等一等，然后其他的都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上2个礼拜不是都有那个寒流来嘛，然后天气冷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不要长哦，所以这个在育苗的时候遇到了天气不好也是麻烦，没错，太脆弱了这个东西。漂亮，对不对？对。再还这个方法，保护你。这样子。Eccolo qua. OK。大西瓜，这个是小鱼。小玉西瓜。对。OK， 希望能够成功。现在来浇水吧。好。种好了之后，浇水。很好，你看，很快，下去热，水流走了，水流走，很快。però可以吧 ？OK。fai il buco però。所以总是补一补呢，没关系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旁边要最外面这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们要放一层草木灰，不然的话晚上蜗牛等下跑过来，蜗牛会钻进去土里面哦。所以现在先。多一点没关系，要很远。旁边现在弄一层草木灰，所以希望可以让蜗牛不要靠近这个西瓜苗。对，讨厌的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一区因为是没有人耕种哦，所以这些那个虫啊、蜗牛啊都特别的多，所以野生的。既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照顾，这一区没有人照顾，现在开始照顾它吧。OK。好了。OK， ciao。